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7號。這一期咱們聊一聊肾友工廠。什麼叫腎友工廠呢？顧名思義它是一家工廠，但是它是為腎友專門準備的。這個腎呢，就是腰字。所謂的腎友，就是一群患了尿毒症的，需要做透析的定期做血液透析的這麼一群人。今天這個南方周末它有一篇報道，叫腎友工廠日與夜。縫紉機上謀生，透析室裡續命。南方周末這篇報道讓我想起了有一部電影呢，叫《我不是藥神》。我記得那個電影講的好像是有一個中年男人是吧，混得不咋地，開了個這個大概是成人用品店是吧，就是賣那個什麼印度神油然後他跟印度那邊有一些這個聯繫嘛，就是進貨渠道嘛。而印度那邊不就是很多藥它是仿制的，所以它便宜這個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印度的很多药它不是假冒伪劣人家只是沒有专利費，仿制药效也很好，然後他就利用這個渠道对吧，正好一群好像有白血病的人吧，就找到他了，他就利用这個信息这個渠道，他跑到印度去買那些白血病的這個就是特效藥後面引發的一些故事。總之看了之後讓人反思讓人這個也是長吁短嘆呢。那今天這個南方周末的這個叫腎友工廠，看完這個也是讓人感嘆什麼叫民生之多艱。我們看看這個南方周末的報道他先介紹的是個叫謝長輝的尿毒症患者，他呢對吧，坐在縫紉機前說，謝長輝腳底生出一股子自信，飛輪軸寶打圈在轉，耳旁響起針桿咬合撞擊的噠噠雞鳴，讓我想起了在牢房裡蹬縫紉機的這個許老闆呢，都是蹬縫紉機一個在續命，一個在懺悔。不用開工的觀音裡，他去樓下透析室上機，白色血棒悠悠轉動，把血液抽出，放入長罐濾器，吸出廢液和毒素，隔天做一次，反正就是圍着縫紉機透析機轉。他說我們以前經常說，過去傳統的小作坊都是前店後廠，前面是門店，後面就是小廠。這個腎友工廠上面是工廠蹬縫紉機的，下面就是透析室。45歲的謝長輝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需要定期血液透析治療才能維持生命。在廣州城郊，他找到一家民營透析中心開的工廠，專門收留尿毒症患者。這樣的工廠在廣州不止一家，在這些工廠當中，病房、廠房同樓而居，彼此配合，給予工友彈性騰挪空間。目前全國接受透析治療的尿毒症患者人數已超過100萬，工廠裡的工友們也來自五湖四海，他們與工廠彼此依存，互利共生。我記得像這樣的一個由這個病友聚集在一起的，形成了一個群落一個社區，一個這個群體好像在北京燕郊也有，北京燕郊有個叫什麼燕達醫院的，那附近就有個這樣的一個村子，全部是全國各地的白血病患者，還是什麼尿毒症患者。南方周末說從廣州地鐵6號線長半站出來，碩大的透析中心牌子處在樓頂顯眼位置，縫紉廠設在4樓，就藏在招牌下邊。謝長輝的工位在樓層盡頭，需要穿過裁剪區、打包區、鎖眼釘扣區、燙床區才能到達。在膠水、化纖維交融的空間裡，布頭散亂堆疊，3毛、6毛、1塊2一件的小玩意堆積成山。說呼籲有沒有愛心老闆多給我們派些好單。謝長輝一嘴濃郁的贛南口音差點淹沒在周遭縫紉機轟鳴聲中。2025年10月的一天，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下最大的煩惱是活計性價比不高，也就是他接的單子不是什麼好單子，大單子也不敢接。為什麼呢？廠子一直是賠錢狀態，老闆謝強醫生出身，操持輕紡這檔子事，最初也是兩眼一抹黑。工廠從接少許二轉手的這個靈活起步，繼而聘請專業經理，談下包工包料的合作，大多是夾克、褲子、經典款成衣等。工友們開玩笑說成品估計是出口到非洲。全廠60餘位員工
除了10幾名健康師傅，剩下40多人均為腎功能損傷病號。謝強說工友經常需要去透析，出勤率無法保障，體能也不比常人，無力應付加班加點趕工期，在紡織界的競爭力不算強。這個是典型的老弱病殘裡面的病，對吧？病號之所以開這樣的工廠，謝強坦誠想法很簡單，就是吸引人過來在這邊做透析。媒體報道稱2017年為緩解公立醫院床位壓力，推進分级診療，原國家衛計委正式允許社會資本進入透析領域。據中國非公醫療機構協會統計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有獨立透析中心611家，約占全國透析服務機構總量的1/10。其中，廣東是全国獨立透析中心數量最多的省份，占96家。2025年7月15日實施廣東省醫療保障局關於公布泌尿系統透析類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的通知顯示血液透析費項目全省最高限價為每次390元，透析一次不能超過390塊錢。如果按照每周血液透析3次計算，就2天你要透析一回，月人均血液透析費用4000到5000元，醫保報銷90%左右的費用，通過醫保經办機構拨付給透析中心。老板和工友都心知肚明，透析工厂不是做慈善，工厂为尿毒症患者提供就業机会，患者固定在这里透析。作为工友，他们或许无法为老板创造足够的利润，但作为肾友尚可平衡盈亏。也就是在这个工厂这边，老板恐怕还是赔钱，赔一点或者少赚不到什么钱，但是在血液透析这塊，他恐怕能賺一些，這樣兩邊能平衡，這麼個意思。從18、19歲的青年到50、60歲的老漢，參照行規，工廠管吃管住，做得多的每月能掙4、5千。謝強說晚上做到10點才下班。收入最高的工友姓車，2024年秋天入職，已攢下5萬元積蓄。我開銷不大，花錢很省，有時咬牙給自己加一劑238元的營養針，掰着指頭算，約等於縫合600條褲腿。經手過知名品牌訂單，謝長輝算是工友裡頭為數不多的老裁縫。他恪守自備零件的職業習慣，因為廠裡淨買最便宜的貨，剪子5元一把，搗鼓着不順手，也不惜耗資幾十元，也要選購一柄好把式，每天都要用。小問題上順心些，能多做一點，就是需要一把趁手的好工具。說到底，服侍工匠是按件計酬，多勞多得的工種。謝長輝心心念念的期許，仍舊是能多幹點活，月底工資能多開一點。生存不難，生活很難。南方周末說說謝強當醫生那會兒是腫瘤領域的專家，下邊人尊稱他為教授，在重症科室待久了，生死早已看淡，但了解到腎臟病的群體，照樣為其遭遇感到震驚。尿毒症患者之間互稱腎友，許多腎友患病後被原東家解聘，被家族排斥，因病致貧現象普遍。他們游離在主流之外，通過 QQ 群、微信群互通有無，遙遙守望。更糟糕的是，尿毒症病發率上升趨勢顯著。謝強說2017年全國尿毒症患者56萬人，當前數量已達119萬人，預計到2030年會突破300萬大關。血液透析是腎友們剛性需求，衛健部門允許社會資本進入後謝強看準時機，2019年3月從廣州一家3甲醫院離職，在白雲區創辦了一家名為寶樹堂的透析機構，與腎友們朝夕相處。謝強發覺他們不太好交心，內心極度敏感，請來心理醫師，效果微乎其微。探究緣由，他們認為根子在於丟了飯碗，缺乏就業機會和經濟自主能力。說白了就沒了收入，這邊還要治病，多少還要花錢呢？那很多人他就不知道存在的意義這個心理壓力大是很正常他說有的癌症患者生存期很短，只有幾年，我們不一樣，我們正常透析活個20、30年不是問題。53歲的腎友陳明說活下來難度不大，但活這麼久靠什麼支撐才是大麻煩。陳明早年風光過，在佛山做5金實業賺到過大錢。2010年查出病
造，掙扎了幾年，買賣終歸散了夥。2015年，他回湖南老家養魚，但3天2頭去看大夫，魚塘根本照看不過來，強撐了5年，再次以失敗告終。幾乎每一個腎友啊，都曾這樣緩慢受錘，長期透析戳血管，胳膊上全是針眼，穿長袖遮擋也忙不了多久，請多幾次假就是暴露無遺啊，瞞不住的，很快就給你開了。陳平說啊，他看中寶樹堂優惠的房租，和腎友搭夥在樓下盤了間門市開早餐店，有個穩妥營生，心裡才算安穩，安心在廣州常住下來。實際上就是這些人啊，你不僅要給他治病，還要解決他的收入，解決他的意義問題啊。因為這種病啊，他活的時間長。摸到症結所在，2019年底，謝強嘗試為腎友引薦工作，在省城打拼幾十年，謝強自負積累了不少人脈，大家多少賣點主任醫師的面子，他成為保安、保潔、外賣員、网约車司機等行業陸續輸送過幾百名腎友，背後也藏着點小心思，費勁給腎友找事做，腎友就不好意思去別處透析了。你看看這廣東人會做生意啊，我幫你找工作，你就在我這兒透析，這個多多少少還有點捲的意思啊。有一位腎友本身就做服貿電商，在番禺區開有線下工廠，正好推薦其他人過去，但路程太遠，往返耽誤功夫，那乾脆原地開一家，門檻不高，想要開就開起來了。謝強說啊，寶樹堂大約20%的患者啊，或帶有殘疾，送不出去的老大難，恐怕很多腎友啊還有其他的問題。通過他開的縫紉工厂解決了就業，樓上制衣，樓下透析，這是南方周末說的啊。同一屋檐下，從嘈雜的4層車間下樓，走到2、3層醫用透析間，瞬間窗明几淨，50台透析機工工整整沿着藍色隔斷依次排列。腎友把做透析稱為上機，寶樹堂可容納200餘人輪流上機。腎功能衰竭後，水和代謝物難以有效排泄，只能在血液中蓄積，如不及時卸載，人體將不堪重負。透析機相當於人工腎臟，通過半透膜清除血液中的代謝廢物、多餘水分以及電解質，鮮血滴濁後回流，透液則攜帶着毒素留在體外，實現淨化循環。失處透析機的庇佑，腎友挨不過1個星期。謝長輝不願去揣測科學原理，他只曉得乳白轉子啪嗒響，血液一圈就乾淨了。每周上機3次，每次4個鐘頭，這小半天只能乖乖癱在病床上，隔上60分鐘，護士準時測量血壓，睡覺也會被叫醒。為避免扎堆上機，透析間負責人會根據透析週期排布名單，提前發給車間主管。例如謝長輝的透析時段在周2、周4、周6，排班表上已經標注好，時間到了直接前往即可。身體突然不舒服，打個招呼即可請假休息。工作治病2不誤啊！整棟方形長樓裡，透析間是最安靜的地方，燈光晃眼，酒精味彌漫，透析機不捨晝夜的運轉，氣氛壓抑沉悶。正對視線的牆上貼着飲食禁忌，叮囑腎友嚴控水的攝入量，杜絕高油高鹽食物，對鉀、磷高度警惕。黃色水果不能吃，香蕉、李子都不吃了。2001年出生的馬君明纪律性強，又定時治療，已許久沒有憋得慌的不適感。馬君明個子高，長袖 T 恤，戴着鴨舌帽，是工廠裡鳳毛麟角的大學生，學機械設計與製造的。他10來歲患的腎炎，到青春期演變為尿毒症，休學前已開啟實習，對前程本有無限憧憬，卻被頑疾按下樂章休止符，不幸患上這個尿毒症了。上機前先要稱重，減去上次下機的重量，正是需要透掉的水量。為了增大靜脈血流量和壓強，要先做造瘻手術，手腕上拉到口子，將动靜脈接通，接口處留下長條疤痕，像一道道卡尺游標，從此胳膊便提不起重物。這確實很慘啊！年紀輕輕，肩不能扛，手不能
能提，成了手無縛雞之力的廢柴。馬君明不願連累家人，偷偷跑到南方，家人急哭了。他爸爸在濟寧農村種藕養蝦，隔三差五會打幾百元，沒錢了就伸手要一點。其實單論醫資，腎友的生活並非難以維持。謝長輝算個賬，納入大病醫保，按比例報銷後，個人每月僅承擔幾百元透析費用。不少腎友在籍貫地享有低保，也算一筆救命錢。打工薪資雖不高，也能覆蓋日常開銷，精打細算過日子，甚至可以給家鄉的孩子補貼一點。但凡能穩當上機，謝長輝覺得日子就還有盼頭。不少被腎友工廠吸引來會的腎友就此扎根，過年也在廣州。謝長輝說返鄉不過換個地點上機，倒不如趁着胳膊腿還能幹，老實務工，攢錢救命。過慣了漂泊他鄉的日子，家裡兄弟姐妹6個，幼年記憶中飯都吃不飽。大哥帶他去福建打工，鎮子裡全是紡織廠。謝長輝如魚得水，天賦展露無遺，按勞分配，憑本事吃飯。他眷戀那時老天爺的公平。近10年如一日的拉磨，謝長輝存下第一桶金。2003年回到江西瑞金縣置業，結婚生子，不走了，在家裡單幹。謝長輝租了間樓房，承接外地轉來的工單。巔峰時期，手下聚攏起70-80人，沒日沒夜搶工期。這個謝長輝這個尿毒症患者曾經也很風光，對吧？也辦過小廠。2008年，他患肝病，代加工生意一落千丈，猝不及防的賠本、負債和離婚，宛若山上滾下的巨石，無情將他碾壓。這叫什麼？這叫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呢，叫麻繩專挑細處斷，打擊是接二連三啊！而立之年，全副身家毀如一旦，又一無所有的他重返福建，打算從頭來過，只跟兒子有發信息。謝長輝直言，他吊起一口氣，就為了不拖累後代。他在福建工厂裡任勞任怨，高峰期每月能掙到1萬多元，卻換不回幸運女神的青睞。糖尿病、腎炎接踵而至，在2020年確診尿毒症，自此後半輩子離不開透析機了。回到故里，尋醫問藥，街坊四鄰交頭接耳，悄悄議論他為何去而復返。謝長輝極力維持體面，天沒亮趁街上冷清去透析，不讓人看見，免得人家說閒話。在網上看到廣州腎友工廠的消息，謝長輝再次啟程離鄉，獨子在家鄉送外賣，兒子在家鄉送外賣，性格腼腆，20多歲還沒對象，可憐天下父母心。謝長輝希望搭一把手，再托舉兒子一節路程。工廠裡每一位腎友都有一部血淚史。2014年之前，賀生娥還當着小企業主和愛人在廣東東莞承包了一條專配線，製造各式罐頭。病倒後，他回湖南永州原籍帶娃瞧病。我有3個孩子，那時還小，才7-8歲。輾轉入長沙、石家莊的專家門診，不知不覺20多萬元的花銷殆盡。她在透析機構附近租房子，丈夫按月達2-3千元，支付1000多元的透析費，外加房費和小孩的學費。及至最小的孩子高考完，匯款驟然中斷。經老鄉推薦，她來到廣州，在寶書堂透析，坐過地鐵，小區裡的保潔，胳膊上裹緊袖套，把疤痕掸嚴實。2025年8月，成名的早餐店開張，打造成腎友吹水的據點。賀生娥首一日入伙，有模有樣的攤腸粉、蒸荷葉飯。她沒有離異，但跟丈夫好久沒有聯絡了。也就是說啊，這個中國有句俗話啊，久病床前無孝子啊，這就是殘酷的現實，相當於被老公拋棄了嘛。並不是全部腎友都日漸向好。謝強說啊，工廠裡來過一位河南大姐，患糖尿病，視力也差，人卻奮發上進，每月能掙到4000元薪酬。偏偏家裡有個不爭氣的男人，游手好閒，反倒要她把血汗錢往回寄。她心情不好，跟老公吵架。謝強回憶啊，那段時間忙，沒太留意腎友情緒。大姐下班回到宿舍，晚上一口氣吃了3斤桑华梨啊，第二天被发现猝死。尿毒症啊，不能吃这些水果啊，結果她吃了3斤，這跟自殺無異啊。不暴飲暴食，提防腹鉀
果蔬，這是腎友們的常識。來自雲南紅河州的腎友關岳飛也曾萌生自尋短見的念頭。寶寶太小捨不得，他初中沒念完，去當飯店服務員，認識了後來的另一半，奉子成婚。婚後一邊帶娃一邊賣水果，每天4、5點起床，蹬着3輪車去進貨，8點前趕回，叫醒娃娃，吃完早餐去路邊擺攤。剛確診那會兒，水腫、嘔吐、呼吸困難，家底迅速被掏空，關係就是夫妻關係啊就破裂了，所有錢花光，老公就不管了。關岳飛年近40，已帶病存活10餘載，最困難時靠娘家周濟過活，沒少吃苦，苦了一輩子。關岳飛銷數走路輕飄飄，在工廠裡只幹得動打下手的活，掙的也少，墊底每月有1000多元進項。好在大兒子已成年，在東莞打工，天天語音通話，按月打來2000元。他現在憂心，哪怕剪個線頭，也隨時可能倒在作業台上。如若真出事，算工傷還是醫療事故？謝強意識到，腎友找工難，除了身體弱、到崗率低，雇主退避三舍，也是畏懼潛在的糾紛隱患。確實這些東西你很難到時候通過法律解決。你好意收留了一個尿毒症患者，萬一他是對吧倒在崗位上，弄得不好，那個企業主恐怕要破產。所以有的時候你也不能說這個很多企業為什麼不招收這些什麼尿毒症患者或者這個那個的，這裡面有很多風險潛在的糾紛。河南大姐死後冒出10多個家屬扯着橫幅在街道辦鬧騰了半個月，索賠30萬。謝強說開一家這樣的工廠，各種各樣的人都會碰到，啥情況都有，見得多了。但他還是想為河南大姐這樣的腎友張羅點事。此事之後，寶樹堂成立了互助基金，每人每月存10元，用於應急或將來料理後事。腎友敏感，相處時說錯一個詞就動手的衝突時有發生，互助基金在這種情況下也能派上用場。這些病友之間那個人對個人的脾氣對吧，弄得不好還起糾紛，還要互毆，對吧？這都是難事寶樹堂不過開了6年。謝強驚覺同行競爭已日趨白熱化，尤其是在獨立透析機構數量最多的廣東。最難的是新冠疫情時期，人員跨區流轉受限，從外地來透析的人少了，於是同行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紛紛設法拓展客源。有中介在短視頻平台引流拓客，按人頭賺介紹費，結果許諾不斷升級，演變為現金做透析附帶找工作或透析機構對口办工厂的終極形態。你看，透析中心上面就是工厂，对吧？吃穿住工作透析一條龍解決，實際上是內卷的產物。通過解決就業問題吸引腎友，最早是營銷的一種手段，在做的過程中發現這個群體確實需要幫助。謝強說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市面上公醫結合的種類囊括時裝、餐飲、手工和醫療耗材組裝等，反正就是一些輕體力活不用太負重但是耗时。32歲的貴州腎友王波在對比考察後加盟廣州市黃埔區一家醫療器材廠，工作內容是把2米長的透析管子捲成圓圈，用膠布粘牢，很自由，身體不舒服隨時下班走，按小時計費。與寶樹堂略顯不同，王波常去的透析中心是與供應商達成協議，在器材廠批出腎友車間，開設專屬生產線，8小時一個班，時薪17元。這也很低1個小時17塊，不及廣州市非全日制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但位置依然緊俏，限額100人，有空位才填補新人。王波說透析中心與器材廠相距11公里，通勤不甚方便，靠蹭腎友摩托省下許多精力。背井離鄉來到廣東前，王波曾擔心醫療報銷問題，結果銜接絲滑。他2025年2月繳納靈活就業人員社保，3月便可啟用，個人在透析上每月僅需負擔300元。相繼有外地專家來調研究複製公醫結合模式的可能性。謝強認為，北方或許不具備珠三角的輕工業條件，但政府不妨在定點採購、稅收減免以及無息貼息貸款層面給予支持，幫助腎友在當地自力更生。尿毒症目前屬於疾病，並不歸屬於傷殘，企業僱
收用腎油，還享受不到稅收優惠。謝強希望各地能在這方面進行有益探索，讓腎友們回歸社會的路越走越寬。這個南方周末這個報道啊，就讓我想起這個我不是藥神，實際上給我的感觸啊，就是一個病人啊，在這個社會生存是多麼的難，就我們正常人生存都難，不要說這些尿毒症患者，每2天就要花4個小時去把血液透析一遍，這個簡直就是折磨啊！這我就想起了那個天蓬元帥啊，對吧？沒多長時間就被那個玉帝啊拿劍穿心，這不就是懲罰嗎？所以我看完南方周末的这個報道啊，我有感慨啊。首先第一個啊，就不管我們混的現在怎麼樣，對吧？也是遭到了不公，或者是就業難，或者正遇到難處，對吧？按揭貸款還不起，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能正常行動，对吧？你沒有病，你身體健康，你比对吧這些尿毒症的患者那要強的不止半點，對吧？你跟他們比起來，還有更多其他的病的啊，不光是尿毒症啊，白血病，還各種其他的怪病，对吧？跟他們相比，你還有一個好身體，所以啊，沒有必要焦慮啊，對吧？你看一看這些尿毒症患者，他們是怎麼生存，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什麼呢？第二個就是你不管現在怎麼樣，只要你還有一口飯吃，你這些什麼醫保啊、社保，你要自己考慮到。這些尿毒症患者啊，他們都有醫保、社保，对吧？他們無論是農村交的還是在城裡面交的，總之走了醫保之後，他們對吧，就是透析這個錢呢，一個月就花不了多少，否則一個月4、5千的透析的錢，對吧，直接就拖垮了。走了醫保之後，一個月恐怕也就300、400塊錢，對吧？透析的費用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剩下的就是買營養品，對吧？這個自己的這個生活開支啊，也就找一份工作有收入，所以這裡面起重要的啊就是醫保，要不然一個月5千，一般人怎麼可能負擔得起呢？一般家庭啊。南方周末這篇文章啊，給我們揭露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就是在當今這個盛世啊 ，GDP 全球第2，依然活着很多啊比我們想象的更慘的人，他們努力在生存啊，在掙扎。所以我在做節目的時候，經常聽到有人說焦慮、抑鬱，這個我就不太理解。你最好去3甲醫院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精神方面有問題。如果說你精神正常，我認為這些焦慮啊，对吧？這些什麼壓力大呀，多多少少啊都是無病呻吟吶，是嬌氣，對吧？當然，如果你是有病的，對吧？是抑鬱症，那你就得謹遵醫囑，對吧？按時治療，規範治療，那是另外一件事，對吧？如果你沒有精神方面問題，不要天天說自己焦慮啊、壓力大。你看看這些人，這些腎病患者啊，很多都是小企業主，對吧？都是創業，生病之前都還可以，一場病來了，基本上就毀了。遭到如此打擊，他們還在，對吧？積極的還在謀生呢，還在掙扎。他們是事業和身體、家庭3重打擊啊，都沒倒下。咱們作為正常人，對吧？有什麼理由總是抱怨？就是抱怨这個壓力呢，把壓力轉化為動力。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